台南出名的地标南昆新大天府，兴隆起的彩楼有40多年的历史。对空拍画面，会当看到彩楼规个崩塌浸伫水内，顶悬的厝遐都亲像红 A 队骨牌脆糊糊，还有一寡新箱拢浸水。就连摆楼12支条瓦，嘛甲下开基座彻底分离，拢断起，互丹那市风台扫一个海溜溜。可能厂商是甲讲哦，重机子会较慢入来。若是一寡咱的车楼较拖机啊啥的哦，这个会比较早进来啦。若是吊车会较慢。在后庙方积极中建，也打出着广告，感叹讲上唔甘的，就是去40多栋，用青年兴隆起所起的5门式的大彩楼，伫透风中规个崩塌。当时这座摆楼是由师傅王金宝用顶贵的台湾兴隆起以传统的工艺所起起来的，这是台湾正罕见大型古法的木材建筑。如今毁损，造成正大的损失，敢来当积极修理。不过所有人先白道边。昨咱有警察来遮巡，咱真关心遮巡，结果有巡到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啦，来遮咧捡迄个叉啦。昨暝超8点半，有人鬼鬼祟祟伫南庙偷摕倒落来的木材，一捆都共摸规大堆。报警来。叫物件卖摕安尼，就卖甲报安尼，卖甲送，大事化小事啊，化无事安尼啦。人家神明已经帮我们挡成这样了，也是要感谢神明，我们也不应该去动神明倒下的东西。选将拢正受气，强庙和风台扫一个真正难，中间的费用真歹来估计，一个兴隆起都要2、3千万。嫌犯就是上村这点，趁机会偷摕庙方的资产，那犯法嘛对神明真无尊敬。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